我们是中文讲题了哈。喂，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王怡里店的开发人，我叫做王怡啦。今仔日来遮，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是安怎要做这个王怡里店过来就是我开发王怡里店的过程有啥物感想。过来就是就是想要甲大家鼓励一下，就是讲你若是想要有啥物想法想要实现的，就莫想遐济，就是提出你的勇气来，就是去做就对啊。因为安尼无调着，你就会甲我共款，就是会当做出袂歹的成绩安尼。那回到华语好了，我知道我自己有点害羞。造福一下我们的现场的那个观众，因为很多不太会台语对，好，那好，反正就开头讲一下台语，那接下来就换回华语，那让大家听得比较轻松一点。那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就是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你想到台语，你会想到什么事情？那我相信大家会想到的，大概可能非常有可能就是8点档的经典场面，比如说龙卷风的干妈呢，或是夜市人生的恰恰那种，反正就是那种很经典、很好笑，然后就是很有记忆点的那些画面。那我觉得大家对台语的感觉，可能就跟8点档的感觉一样，就是很亲切，然后很有趣，然后台语也常常出现在网络上，像是我们的流行语啊，比如说母汤啊、修蛋鸡类这种，那这些都是台语的谐音梗。那我想大家应该对台语的就是好感度其实是不低的。那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其实现在会讲台语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尤其是年轻一代，就是有很多几乎是连台语都听不懂了。所以台语现在就是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如果我们再不做一点什么的话，可能在接下来的20-30年，它就会从台湾这块土地上消失。所以呢，因为我对台语就是蛮有感情的，因为我跟阿公阿嬷主要沟通的语言就是台语，所以我就想要为台语做一点什么。那当时的时候，可能去年前年吧，我就开始想到就是 Duolingo 这种app， 就是我觉得它很厉害，就是因为我知道台湾人对学语言是很有障碍的，因为过去我们在学校的体制，我们学英文的方式就是去死背文法、死背单字，然后考试这样，所以就是其实大家是对学语言是有一点恐惧的心态的。但是我觉得 Duolingo 这 app 就很厉害，就是明明大家台湾人就是很怕学语言，但是Duolingo 这个 app 却可以让大家喜欢上学语言这件事情，而且还会让大家每天都去做到这件事。所以我就在想说，台语应该也要有像 Duolingo 这种 app， 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去想要学台语、爱上台语这样。但是其实我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连Swift 这个语言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连要从哪里开始开发 iOS 我也都不知道，所以我就是在网络上爬文啊，然后就看哪里可以学 Swift， 然后那时候就找到一个叫做 Apple School 的单位。那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反正就是去那边接受了4个月的魔鬼训练，然后大概在学 Swift 的1年之后，就是今年的1月开始，我就开始开发这个语言字典的这个 app。那开发的时间大概是我一开始是用6周，所以就是1月开发到2月中，然后我就把最初的版本做出来，然后就上架到 App Store 上面。那当初开发这个语言字典的理念，我其实有想了蛮多个的，因为我知道大家虽然对台语有好感，但是我们同时也对台语充满了一些刻板印象啊，或是对台语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说，我想大家听到台语可能就会觉得很怂啊、很粗俗啊，可能在公共场合不适合讲台语，或是只有老人会讲台语啊，或是南部人才会讲台语。等等等等的，就是刻板印象都是存在在大家的心中，所以我就是想要透过就是程式语言，就是透过设计跟科技来让大家对台语有一个不同的想象。
那再来就是我想像Duolingo 一样，让大家喜欢上学台语。然后再来就是考虑到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的生活就是离不开手机嘛，所以就想说可以就透过手机这个媒介，就可以让台语充满在大家的生活中。然后再来就是台语其实它有自己的书写系统，然后历史也很悠久，可是因为学校没有教，所以我蛮想要跟大家传达这件事情，就是台语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语言，它也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语言。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台语。那最后还有一个理念就是我受到日本人的启发，因为日文有一句话很有名，他就说可爱就是正义，所以我当初就想做这个 app 的时候，就想要把这个 app 弄得很可爱，因为我知道如果把它包装得很可爱的话，就是会有更多人来想要学台语这样。好，那最后我做出来的成品就长这样，那就是界面弄得很活泼啊，然后蛮少女的，很可爱。那其实就是大家对就是 UI 的设计应该都就是口碑还不错。那寓言字典一开始的最初的功能就是以字典为核心，所以就是你可以用华语词去查台语。那后来就是有慢慢的增加一些新的功能啊，像 Duolingo 一样，就是加入一些游戏的元素，让大家可以透过小游戏来学台语的书写系统。好，那接下来就是一点就是功能的简介，那就快快的看过去。好，那开发出寓言字典大概1-2个礼拜之后，那在社群媒体上，寓言字典的讨论度就很高。然后就也因为社群媒体上面的流量，那也帮助我的 app 的下载数冲很高。然后有一度还就是在教育榜上超过 Duolingo。那后来还有很多魔幻的体验，比如说像是被App Store 的编辑选成就是新上架的话题 App 啊，或是也登上 App Store 首页的大版面啊。然后后来电视媒体也有来采访我，然后也有 Podcast 去邀请我去做访谈这样。那我觉得开发寓言字典的这个历程，我就好像在搭了一艘船去前往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岛，然后那个岛就是我的希望大家可以把台语学回来，把台语讲回来的那个理想。那我觉得 Swift 就像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一样，它可以让我离我的理想越来越近。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社群媒体。我觉得社群媒体它就像一个燃料一样，它让我搭的这艘船可以走得更快更远这样。那我是怎么去经营社群媒体的呢？我主要就是用写文章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做 IG 或是做 TikTok 那种影片真的太累了，所以主要就是在写文章。然后我主要经营的平台就是 Threads。那我真的蛮推荐就是独立开发者啊，或是小型的内容创作者去经营 Threads， 因为我觉得它现在的演算法的机制是最公平的，因为你不管你的账号大还是账号小，你都有很平等的曝光的机会。那 Threads 主要的就是它的演算法看的重点是你的写出来的文章品质是不是好的，然后可不可以引起共鸣，让大家想来互动。那我觉得你只要有重视到这3点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你想要po 的一篇文想要破万，或是甚至破十几万，都是有潜力的。然后再来就是经营社群媒体，一开始我就有设定说，我接下来要发的文大概是要有什么核心的议题。那因为我是做台语的嘛，所以最核心的议题就是本土语言。那我当时就有画一个很像心智图的东西，就开始列出说，那这个账号还可以探讨什么议题。我觉得这样的架构可以帮助我去 po 文的时候比较有方向感，而且比较不会词穷。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小撇步，就是我觉得每天发文很重要。我知道大家会觉得很痛苦，可是长久做下来，真的会变成一个反射动作，就像例行公事一样，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是很痛苦的。那刚好 Threads 的机制就是你不太清楚你哪一篇文会爆，所以你就是有规律的去写，那总有一天它一定流量会起来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我过去是一个很害怕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的人，我就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就是怕讲出什么不切实际的话会被笑。那透过经营这个寓言字典的账号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很喜欢听你讲你的理想是什么，他们很喜欢听就是你对台湾有什么期待，你希望社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觉得讲这些事情是可以引起共鸣的。那如果可以引起共鸣的话，那流量也会跟着来。所以就是很鼓励大家不要害羞，不要去害怕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那最后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想到台语我会想到什么。那我觉得台语就是我的热情，我很就是开心，就是台语可以变成我职涯的一部分。那也是有Swift 这个很棒的工具，让我可以去把我的想法实践出来。然后我也很骄傲我会讲这个语言，我也对这个语言充满着爱，我希望它不会在这块土地上消失。然后最后想要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想透过 Swift 实现什么目标？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独立开发一个 App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你就有点孤立无援，你会遇到很多挑战，然后你会一直遇到过去没遇到的问题。但是呢，做这个寓言字典的过程，我常常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而且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是可以对社会带来帮助的，所以我觉得我相信想要独立开发一个 App 的人背后都有一个动机，有一个强烈的动机，或是有什么理想在后面。那我觉得有这个理想，就可以让你做事情的时候更有该怎么说呢？就是更有突然要帮我讲吗？我想不到那个字。反正自从做寓言字典，我觉得每天都很有动力，就是我会很期待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啦。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就是说，如果你脑袋中有什么想法，你就是不要害怕去把它实现出来，你就是拿出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就对了。那最后就是说，我希望寓言字典就像8点档一样，变成大家讲到台语，大家就会想到寓言字典。我希望寓言字典有一天就可以变成台湾人经典的记忆。谢谢大家。